看拍頭前嘅影片，等下我來練習常用嘅對話。第一句，這要申請過戶才可以改。你愛申請過戶將是得改。你愛申請過戶將是得改。申請、申請、申請。過戶、過戶、過戶，才可以，將是的，將是的，改，改，改。好，我們來練習2次。這要申請過戶才可以改。你愛申請過戶將是的改。你愛申請過戶將是的改。接下來我們要練習的是下一期的電費單是你的名字。下一期的電費單是你的名。下一期的電費單是你的名。下一期的下一期嘅電費單，電費單，電費單，就是你的名字，你嘅名，你嘅名。好，我們來練習2次哦。下一期的電費單是你的名字。下一期的電費單是你的名。下一期的電費單是你的名。接下來我們要練習第3句對話。樓梯旁邊有性別友善廁所。樓台選項要性別友善偏數。樓台選項要性別友善偏數。樓梯旁邊，樓台選項，樓台選項有要性別友善。性別友善，性別友善，廁所偏數，偏數。好，最後我們整句來念一遍哦。樓梯旁邊有性別友善廁所。樓台選項要性別友善偏數。樓台選項要性別友善偏數。接下來我們要練習的是男生女生都可以用。生來生妹做下識得用。生來生妹做下識得用。男生生來生來。女生生妹生妹都做下可以用，識得用，識得用。男生女生都可以用。生來生妹做下識得用。生來生妹做下識得用。好，今日嘅單元是上到呢篇咯。